宣调，掀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咯。摇花的荣耀发现要照光你，万国要来上你的光，君王要来上你所发现的光，毋免惊吓。我报互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是关系万民的，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内面。为着恁出世一个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现在请大家备办好恁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悲伤的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大疼痛、甲慈悲，我的救主基督耶稣，多谢肉身来感谢，为着要拯救世界人的这个罪人。
放下性命，拿出伊的宝血，一摆的献祭，来完成永远的救赎。最后说，也捌对这个使徒讲，我用平安留着互你，我将我的平安守赐互你。咱应该就感谢上帝，透过最后所一天的乌条，每一个时代内面，拢呼调着这个使徒因来接做主的这个精兵，我以为咱有机会去传福音的大使命，伫这个教会的季节内面，我们做伙来孝顺上帝恩典。现在我要为着全世界来祈祷，因为这个肺炎病毒 COVID-19 已经吞到了全世界快2年久了。加上这个疫情是无容易才有新年的时阵，上界厉害的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 Omicron， 伊个对非洲、欧洲开始来扩大。现在各地拢已经沦陷了，因为过去疫苗分配无公平，伫这医疗资源落后的国家，就真做新变种变到了发源地。所以一寡富裕的国家，即使若无帮衬，即个落后地区疫苗的这个注射，到尾遐个变种的这个病毒，依然会发放。互世界村每一个所在，因地球是人类一个共同体，如果若袂通互相的帮衬，无人类就有可能会造有这个病毒来消灭的。但恳求天父上帝怜悯，互全世界有这个共同享受疫苗这个成果，安尼人类才有平安的。啊，我也要继续为着台湾中治区以为补选来祈祷。啊，我真希望有一个优良的国会人选。我嘛真希望林志怡医生通当选，啊，全国百姓爱目睭白目金，绝对爱扶选有这个高度背景的参选人。国较袂通互这个金钱来收买，绝对唔通将台湾人的命运互金钱出来买做。咱也该留意对话这个中共保守不当的介入，这是有关台湾人民生性命危险，国会才会补选。所以请大家来敬信，我们特别上帝公义来帮赞。今日礼拜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的礼拜，要来敬拜俄罗斯，恳求主理来怜悯阮，互今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，甲实体礼拜乡亲兄弟做伙用心甲诚心，敬拜你来服侍你，主的名堂得了荣耀。每一个人会通真做上帝要释放传道，在恳求你，就来继续落幕的嘴，相信来感谢，让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我就一个望阮一个主人，我诚心的感谢祷告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1节到第7节。第1节，当迄时，学生加添侪侪，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出怨言。因为逐日的攻击无顾着因的寡妇，12个使徒叫众学生来，对因讲：阮将上帝道理
放迄个来办理日常生活的配给，并无适合，所以兄弟啊，着对恁中间竞选7个有好名声、受圣神充满、阁有智慧的人，愿通设立因来管理这个代志。我要专心伫基础甲传福音的工作。众人欢喜世俗的提议，就竞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，佮竞选腓力、毕罗哥罗、尼加纳、提文、巴米纳，甲捌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因互这7个人徛伫世俗的面前，世俗就为着因祈祷，甲因换手来设立因做执事。上帝道理哪来哪兴旺？伫耶路撒冷学生的人数加添真侪，阁有真侪祭司来信福音的道理。第2位圣经节记载伫彼得前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。第9节，你着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。逐人着照所领受的恩赐，互相服侍，来做上帝逐种恩赐的好管家。这是上帝话，既若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们。好了，登山宝训。心肝爽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为爱痛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袂遇到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袂先照拖对，犹个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拢袂遇到巴掌。人民人的人真有福气，因嘛袂得着人民，千起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见上帝，好人好骗的人就有福气。因要称作上帝的儿女，危机受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，这就是登山宝训，主耶稣把福加身。
天国是因儿，爱痛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得到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被神接土地，要有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拢袂得到帮助。人民人的人真有福气，伊嘛袂得到人民，千奇心怪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被看见上帝，好人好无的人真有福气。因为称作上帝名字，为记受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儿，这就是登山宝训，主耶稣报答情。心肝爽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，爱痛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袂得到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被神接土地，要有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拢袂得到帮助。人民人的人真有福气，伊嘛袂得到人民，千奇心怪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见上帝，好人好骗的人真有福气，因要称作上帝儿子，为记受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儿，这就是登山宝训，主耶稣把福气。
就是第三部分，主耶稣把我加心肝爽，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爱中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为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的心跳多对，有个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拢袂记着怕走。因为人的人真有福气，你嘛袂记着灵命，像其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归上帝，好人好病的人就有福气。因为真最上帝的儿女，为记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日，这就是第三部分，主耶稣把我加入。心肝爽，向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日，爱中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得着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的心跳多对，有福气的人有福气，因拢袂记着怕走。因为人的人真有福气，你嘛袂记着灵命，像其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袂看见上帝，好人好无的人只有福气，因为真最上帝的儿女，为记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日，这就是第三部分，主耶稣把我加入。各位乡亲、时代、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这个新冠肺炎 COVID-19 大流行已经继续将近差不多2年久啊，所以各行各业拢遭到真大这个打击，各国拢推出种种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，
甲应变的这个指导。那么现今已经是看到这个淡薄仔这个曙光吼，伊的疫情已经渐渐紧稳定落来，所以商店开门，餐厅嘛开门，教会嘛恢复实体这个聚会，人嘛开始咧规划疫情以后这个方向。总是呢，殊不知一个有史以来变化上大。可能为何所有的这个疫苗、vaccine失去这个适效的这个变种的病毒，叫做 Omicron。那么听讲吼，有一个先生拄咧伫因兜咧看电视，伊的太太就开嘴问伊讲：“老公啊，最近的这个新变种的这个病毒叫做什么名啊？”这个老公吼，伊咧看电视，伊无用啊，就凊彩甲伊应讲：“Omicron。”老婆，这个恍然大悟讲，这个病毒说Omicron，安尼我知影。所以这个 Omicron 突然间的来攻击这个人类，逼迫每一国爱重新规划这个新的这个防疫的措施。伫这个新约的圣经记载，最后说总共行到这个37个新约，大部分新约甲这个医病拢有关系。其实咱的主要说不一定都爱医病，对主要说来讲，就做这个对敌的受苦，也是小可代志尔尔。不过主要说，伊希望互人知影，伊是会当医病的。伫主要说迄个时代，无所谓这个病医，迄个时阵也无这个病医啦。病人受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气杀，所以当时的教会伫教示基督徒讲，较少开时间去哀悼死去的人，就要用较侪时间来照顾受苦的人。伫之后325年的这个尼西亚大公会议，为着要遵行彼得前书4章9到10节的教示，讲恁爱互相相款待，无发怨言。大人爱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，因就决定要开设这个疗养院，来收纳病人甲送养的人。后来，这个欧洲乌死病的这个爆发，一直拖到这个维登堡。维登堡就是罗德马丁改造这个都市，所以就写俾提醒互这个基督徒讲。伫疫情期间，就爱先尽防疫的这个责任；伫俗人的顶面，就爱温群拍拼祈祷；伫事务上，爱保持警醒，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。罗德马丁伊讲：“我祈求上帝里面保护咱，所以我应该爱做好环境的消毒，维持新鲜的空气，管理好这药物。”平时有必要的时阵，去服用这药啊。我应该避免去遐个我无需要去的所在，记一寡我无需要见的人，来避免受到感染，以及因为我的疏忽，互家己感染着，或者是传染互人，为着安尼来死去。这个才是敬畏上帝的信仰，无傲慢，无乱撞，也无去试探上帝。所以回想一年外以前，这个新冠病毒 COVID-19 爆发的时阵，有一群人因真勇敢，挺身而出。因毋是逃离这个疫区，乃是走去迄个疫区内面，走去遐个真需要医疗医治的人，因就是一群勇敢的医护人员，是一群伫这个互病毒爆发的时阵，伊还佫真勇敢接近这个破病患者，勇敢的一群人。其实伫这个长老的这个人类的历史中，
除了医护人员，还佫有一群人，因嘛愿意，并且伫即个危险的时刻，挖掘身躯，目到即个传染病的人，尤其是当时的即个泰戈病的人。这泰戈病人是古早时代社会最互人惊着、感觉到公影、真惊吓即个传染病的。总是伫即个旧约圣经的时代，上帝颁布即个律法，却需要一群人，就爱主动来亲近因、接触因、去帮助因。那么，即群人就是上帝的萝卜，就是祭司。所以，伫即个利未记第13章、第14章的即个圣经内面，咱看到对泰戈病人的即个观察、诊断，到康复了后的即个重新接纳，祭司爱去查看即句话，搁较是一摆搁再一摆出现伫咱的面前。所以，耶和华上帝要求伊的萝卜爱行因，行遐个互小的。孤立的人，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，当这个基督教会建立了后，每当爆发这个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时，也有基督徒活跳伫这个抗疫第一线，来关怀着破病的人。是不是通讲，拄拄是基督徒伫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一摆搁再一摆，积极来。救遐个受到瘟疫的患者的真好美好的见证，才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突破到这个帝国当局的逼迫甲这个压制，哪来哪得到民心，后来就传遍整个的这个欧洲。伫这个圣经中，罗卜的服侍就是主要所基督服侍这个核心的价值、核心价值。今仔日咧，这个圣经在中间，咱看到历史上第一位这个殉教者，毋是传教者，毋是传道人，乃是司提反。司提反伊是一个管理伙食的无名小卒啊，是一个伫厨房咧炒菜的师傅，也是检菜是一个卑微伫共倒茶水的这个服务生尔定，竟然是第一位为着福音。来牺牲性命的人，当时伫耶路撒冷教会中，有个讲希腊话的这犹太人发怨言，讲这人是甚物人啊？因是治水啊！规个圣经甲咱讲，伫这个亚述国将北国的以色列10个支派拢总掠去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巴比伦。佫从南部的2个支派拢掠去，所以以色列就造有着亡国之灾。犹太人就是无家可归，拢总飘入伫异乡来徛起。那么这犹太人，因会晓讲当时的希腊语，这人倒转来耶路撒冷，嘛伫这个圣殿内底聚会。当福音传开的时，这个人也接受了福音。两种族群的人伫文化上有相当的差别。本地犹太人看袂起外来的移民，将因当作是次等的公民。所以当时的教会有一寡这个慈善福利要互需要的人。毋过呢，伫这分配上煞忽略外邦人的这个寡妇，所以就引起真侪这不满的声音。当这个问题浮现了后，12个使徒重新评估因家己的使命。当时福音还未传出这个离开这个耶路撒冷，使徒真清楚因的使命优先的这个次序，就是爱大声将福音传出去。所以因就组织这个会众，对兄弟中选出7个人来管理这个饭食。所以司提反诚做因竞选的7个人中间之一。管理会食看起来无有这个传道遐尼熟练，总是管理会食所造成的影响，确实比传道更加要紧、更加重要。所以使徒
画手伫因的身上，所以这个七个人就职了后，接着就讲上帝道兴旺起来，门徒数目增加，要有祭司失了这个信仰。估计饭食管理若真好的时，互使徒通专心去祈祷甲传道理。每一个工作拢有分配了合宜，每一个工作拢有真合宜的人来咧做，那么上帝道自然就会兴旺起来。伫初代教会，因伫竞选管理会室的人顶悬有一套这个原则。因竞选的第一个条件，管理这个会室的人爱对恁中间选出，爱对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来选出，并毋是空降部队对外面来找人的，毋是。所以接续着就是管理会室的人，就爱有这个好的名声。所谓这个好名声，就是有好的见证，得到别人会学乐甲尊重。不但伫教会内面有这个好的见证，伫口面也有这个真好的见证。最后，因认为管理会室的人爱互圣神来充满。迄个时阵，使徒数目至少嘛10000人呢。那么这样大的团体，需要专门管理会室的人。要管理遮尔侪人的这个会室，真无简单呢。每一个人口味拢无共，若要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，是非常的困难。所以管理会室要有这个好的情绪，互圣神来管理着你的情绪，这真重要。那么结果如何呢？上帝都兴旺起来，门徒数目加添真多。也有真侪这个祭司信了这个福音。第7节，这原本是使徒放伫最优先的使命，对这通看，因选出来的人，因为有圣神的引带，这人公平的管理会室，遵探熟练的原则去解决问题，所以大家拢总真欢喜，教会真和睦，上帝必然赐福，加添好运的这个果子。所以伫传统的事工顶面，一个管理会室的人，上帝会存自卑感，总是这个事地法并无自卑，乃是谦卑。伊被竞选了后，真谦卑处理一切这事务，并无认为管理会是一个大材小用。除了忠心负起家己的责任以外，还阁用真侪时间伫服侍主。伫侍奉主，并极力为着主耶稣的真道来争辩，为主的真理来做见证。那么教会上较重要的事奉，就是互主的道理兴旺起来。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当人遇到搁真搁活的主耶稣，家己的活命会得到改变，嘛会去带领别人去改变。所以当咱互主耶稣做咱活命的主人的时阵，咱家己来退出来，去食做一个萝卜，用谦卑做你的威师群，来侍奉有需要的人，主的道才会兴旺起来。那么初代教会所选出这7个人，后来拢奉献诚做传道人。那么司提反就是其中一个，伊起来讲道的时，就那亲就是牧师一样。伊伫这个管会室工作中被训练出来。有人真可能一生拢伫教会内面伫服侍、伫侍奉，却是将来毋捌是一个萝卜，一个真正的萝卜，随时都要备办好势，要去服侍人，就是伫伊家己无方便的时，嘛是甘愿伫服侍人呢。所以最后说。专门做一寡每一个人拢想要避免的卑微的小代志，比如讲替学生来洗骹，去帮衬小朋友，去备办早餐，以及服侍这个太过病人，这个小可代志拢袂互最后所感觉到伊失去伊的身份，因最后所伊知影，伊来就是要来服侍人，所以咱要去行这条服侍人的道路。这个重要，这个转折点
转折点吼，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萝卜，有萝卜的心态。你的心态爱做一个真大的改变，爱对主人的心态改变做管家的心态。你的手所拿到的所有资源，无论是金银财宝，还是时间，还是任何的计划，拢总爱放落交你活活中的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，既然主耶稣家己做人甲天上的人做迄食饭，主耶稣嘛敢将伊的手伸往这个太高病人的身上，但愿主耶稣互咱同款的勇敢、坚定、怜悯甲饶恕的心，咱效法主耶稣的模样，向一切被这个边缘化的社群体伸出咱的手，去做一个真正的这个萝卜。所以，咱的主耶稣伫期待咱的回应。所以今仔日，咱要困以前，请咱大家先问家己：我是真正的萝卜吗？你要回答以前，爱阁先计算咱做一个真正萝卜的代价是啥物，然后做一个祈祷。拄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是啦，我愿意要做一个真正的萝卜。我相信主耶稣会互你教嘅恩典。来帮助你，对细项代志开始重新来服侍，就来最后说会透过你更较大的这个使命，就亲像史提反甲历代历世的真正的萝卜一样。阿免。特别来吟这个回应诗歌心愿。伫顶礼拜咱拄拄过了这个感恩节。伫即个感恩节的季节内底，咱要做伙来孝顺上帝恩典，咱嘛爱真多谢遐个过去捌帮助过咱的恩人，尤其是主耶稣基督，伊多诚热心，降世做人，要来拯救咱。咱即阵透过这段这个大港这个节期。咱要做伙来陪伴咱的心，要来迎接救主圣诞。所以，这首这个心愿，要接做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礼拜的这个回应诗歌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要永远服侍你。啥坚固，我要以诚信谈日子。愿为主拼生命，愿为主做情面，愿为主做萝卜，愿为主服侍人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，主啊，我要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要以诚信谈日子。愿为主拼生命，愿为主做情面。服侍人，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，我要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要以诚信谈日子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要以诚信谈日子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，主啊，我要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
我写经，我要以生顺叹你之意。愿为主，愿为主，拼生命，拼生命，愿为主，愿为主，做情人，做情人，愿为主，愿为主，做老婆，做老婆，愿为主，愿为主，服侍人，服侍人，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，主啊，我要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写经句，我要以生顺叹你之意。愿为主，愿为主，拼生命，拼生命，愿为主，愿为主，做情人，愿为主，做老婆，做老婆，愿为主，愿为主，服侍人，服侍人，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，我要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写经句，我要以生顺叹你之意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写经句，我要以生顺叹你之意。
再来一点，再来祈祷。真阿爸爸上的，阮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四道行传第6章第10到第7节，以及彼得前书第4章第9到第10，阮做来思想。我是真正的萝卜嘛？对今仔日这个世界的中间，互人通知影，要行这条服侍人的道路，这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萝卜。有这个萝卜的心思，你的心内嘛爱重新做一个大的改变，爱对主人的心态来改变，真做反假的心态。落伫你手中所有的这资源，无论是金银财宝，还是时间，还是任何的这个价值，咱拢着爱放落来，将伊交予你活命中真正的主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既然主耶稣家己罪人甲天福的人做来食饭，主耶稣伊嘛敢将伊的手来伸往这个泰国人的身躯，但愿主赐予咱有同款的勇敢的心，有坚定的心、怜悯人的心、甲饶恕的心，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，向一切以这个边缘化的族群伸出咱的双手。做个真正的这个萝卜，
最后所期待的你，咱大家来回应。今日是要困大声，请咱大家爱先问家己，我是一个真正的萝卜嘛？伫回答以前，咱阁爱计算看卖，最真正萝卜的代价是啥物？然后咱做一个祈祷，对主耶稣讲：是啊，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萝卜。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会互你有够的稳定，来帮助你，对细项代志开始尽忠服侍，将来主耶稣会托付你搁较大的这个使命，就亲像史提反甲历代历世这个真正的萝卜一样。随这个别后的日子内面，咱大家都爱更加来敬献祈祷，去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并且备办好家己，通听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这个日子。同心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祈祷。阿免。但这条路无需要甲恁祝祷。愿天父上帝的主甲怜悯，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一个名，阿明。一个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那今日是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。到这就要过一段落，那么伫后回同一个时间，咱要伫教会，咱伫空中三个见面，愿天父上帝保护你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家己行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你的名光照你，愿恁。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唤你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下声，家己行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。